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嘉义市有外送员落雨天，佮赶要出单，结果甲小货车相撞，规个人喷飞，弄入去货车后车道。好哩佳在，只有脚来切着伤。也毋过台南甲桃园最近拢外送员赶要外送来违规，或者是出车祸。多参高雄为今年1月到6月外送的事故，嘛有272件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291个人受伤。 嘉义市伫昨暝暗仔小火车通过这个路口的时，倒边这个外送员因为赶单加上呢落雨，光线无好，规个人弄一个挤入后车道。在哪里不舒服？脚没办法动。救护人员赶紧甲送去病院，加在干那小可受伤尔，无啥要紧。类似事件有够济。台南这个外送员切2个车道要倒啊，险险互后边货车弄着。行人或外送员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。 不可以抢道，不可以闯红灯，要依2段式左转，不可以骑到人行道上。进前伫桃园，某一个外送员违规骑起的人行道，有一个查甫人为顶仔卡出来袂付险，弄一个2个人拢倒伫土骹。为了市场多赚点钱，然后出去的太快了。 依照统计，外送员的车祸，109年1月份到6月份，台中有488件，667个人受伤；嘉义27件，台南18件，高雄272件，一死291个人受伤。去年10月份到12月，短短2个月，台北嘛有一死232个受伤。外送员出任务分秒必争，也过趁钱有数，性命嘛爱顾。